假使石头石到有年头，要完全解係一定困難咯。佢當然就算去過嘅解脫所，還係會再個石頭。佢睇人人係社會唔會接受疑難，無法度有問題嘅頭路，成分唔天條，如規劃過去潛圖片。某啲頭目有一間香草農業，頭家劉志芬論白石頭10個年研究哦，而佢嘅解脫所精神平安，路解唔係。裡面係靠論信仰、土生學人、拆大解黑的圖片，下後一路囤800家20萬元，囤人聽解脫。更加亦可以香草農業種薰衣草、茶樹也得來煉精油、開發清潔用品、保養品也得，而提供工作機會，好本解脫嘅健身人有問題嘅頭路、事業，能夠唔會再過去石頭。3到5月的苗栗頭屋鄉嘅野草薰衣草花園，就會開呢咩將吊出色的花，風吹呀過來，更有嘅用嘅色彩動靜。我們就把這一個，因為它已經越來越大顆，有沒有哈？那我們要把它化開來，讓它呢可以往外，有沒有哈？往外延伸就對了。啲薰衣草營認真工作嘅係野草花園嘅專業同樣嘅員工，佢哋是當日就石頭，也係佢當日都未到薰衣草花園度紅。應該要斷呢，一兩紅半斷，我斷一兩紅，一兩紅半斷咯。但啲員工對自己都種薰衣草，中意劉志芬通過種家下有朋友實驗石頭，佢每天都有為石頭嘅念頭，不但單純嘅屋卡未認真按用，加唔上架。我爸爸教書人啊，佢對都好個教書，有時候學生嘅家長會同我爸爸講，劉主任唔得教偏遠學生嘅啊，唔做得將自家來先教好些麼。我媽媽因為我長期石頭片帶精神平安，佢每天都愛看同樣嘅精神科醫生。做等於我3年石頭片，一個家庭就數牙連累咩？3年石頭片，一個家庭就破碎掉咧。唔想看到野外送心，其次的冇去名圖片3度失敗，下後以是信用結託成功。劉志芬花2年通體成學院過後，同家爸爸借20萬元累積加攀結託所，也下嘅建託200-300日聽結託成功。不過1到2爭行得出結託所，行係要走去石頭。我發覺講離開我結託所130年，可能要8-90，這個都算係石頭片。屍體咧也不少啦，也當中咧太關鍵咧，就叫到吹諾貝以後尋唔到頭路，也係講尋唔到頭路，弄不進職場，都會被灰心受挫啊、沮喪，叫到用親熟悉嘅方式啦，用圖片來逃避啊。古數幾天對富途結託盡早提供工作機會本期亞調，其實7點鐘尤其強吹草莓，不過亞調東西唔耐標，無買體同會滅體。古數幾下後歸心來種，較耐標，較好利用嘅薰衣草。因為種薰衣草，佢做老幾提煉變到精油，然後純露，油水分離嘅純露，我哋就用一精油，然後純露去開發清潔用品，然後那個女孩子的保養品，那精油跟純露，我們可以長久保存。人工種保險同種下來嘅薰衣草，拿去弄糟，天草圍標有4點鐘，將做地拿去天天嘅煉出精油，做到動手術嘅其實石頭13年，上位嘅沙件唔踢，還是此定用酒來推土片，沙開機強就會本人落房點名點去。後尾幾年咧，因為長期食酒，做些食酒咧，第二年有嘛，關注大排體咧啊，大排體以後做食到後不就盤血啦，盤血啊，醫院也2拜就發布個病危通知單啦，住進加護病房，啊出來以後，自家就所有當失望啊，對自家當失望啊，啊冇。一切都冇辦法解決啦。好
地嘅福康人莫放棄，留總風險帶到廖子平嘅托所，佢將天天嘅前進自家。甲各位看到啊露台安尼，因為19安尼語言啊出出入入啊，各位安尼就是像自閉樣的呀，常常都躲在房間裡面。那跟特別終於回娘家噶哈，就看到我媽媽呢以淚洗臉啊。那後來我們就姐妹商量說，找劉傳道啊，看能不能說把他帶去這樣戒酒啊，讓他的人生轉換一下。19、18關實在就強強個快樂咧，強強個過身體啦，啊神也上帝還使用來啊，還改變來，所以講我都當感謝於上帝，所以講第一要做些當平安，然後老輩人就分別開來，就唔會受到老輩人嘅影響。能為石頭生嘅青年嘅黃阿伯拿喊，讓福康人實上嘅奇彩結氣，佢喊石頭嘅路向流浪，一直到遇到廖子平，佢嘅人生將有會改變。來到香園工作之後，當然這邊是第一個，它有非常良好的環境，因為它沒有煙、沒有酒，也更沒有吸毒的人在這邊。那我們都是從這條路走過來的，所以我們知道怎麼樣互相去幫助彼此員工之間彼此的互相幫忙。對，那讓我非常穩定的這邊有一個工作，然後開始可以存錢，然後可以對自己可以不單可以養活自己，也開始可以對我家人盡上一些應盡而未盡的責任。頭下馬廖子平呢，用抽煙、搶練精油嚟做手工茶具，唔過家本用有美容工作經驗，同佢聽書，還開發出天然嘅清潔保養用品，安尼對生產、製作、倒賣、調到米、規劃嘅自家種貌。就我來到這個地方之後呢，我覺得我看到很多的母親，她真的是很痛苦，她來到這邊，她真的是完全的很無助的，所以。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能夠為這樣的台灣的戒毒的事工做些什麼，我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，就是我看我可以給他們什麼樣的幫助，我就給他們什麼樣的幫助。有它的未來性，係講一種產業事業發展的合法化，我們就可以幫助更多弟兄，佢有問題的工作，有問題的事業。佢就做得照顧自家，未做得照顧家庭啦。我想講，安尼方式有冇好？可能對我哋做戒毒工作嘅人嚟講呢，可能工作雖然細啦，但是呢，人都希望講做落去做較完全嘅話呢。認真自家石頭戒毒嘅艱苦當中，韓國隊廖子平韓卡 TV 嘅度，上為戒毒嘅人新冠態度有幾難捱嘅。佢希望願意抽煙嘅事業緩緩嚟空中，並希望嚟帶動財體嘅觀光發展，安尼好嘅產業循環就大幫嘅度，韓卡度見成義。